大家好，歡迎收睇唔講英國嘅英國呢個星期發生咩嘢事。今集我哋會同大家回顧2025年5月31日至6月7日嘅英國重要新聞，內容涵蓋政治、經濟、社會多個層面，帶大家了解最新嘅英國動態。英國國防戰略檢討，加強軍事準備。英國政府於6月2號公布最新國防戰略檢討報告，針對全球安全環境變化，特別係俄羅斯持續對歐洲安全構成威脅，提出多項軍事增強計劃，包括建設最多12艘核潛艇、擴大皇家海軍艦隊規模、增加陸軍人數至76,000人，以及提升國防預算以支援裝備現代化同軍事科技研發。政府強調，此舉旨在確保英國具備充足嘅防衛與反擊能力。英國經濟增長預測下調至1%。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OECD 於6月3號發布報告，將英國2025年經濟增長預測由1.5%下調至1%。主要因素包括美國針對中國及其他貿易夥伴嘅關稅措施影響全球貿易，國內經濟增長放緩，消費者信心下降，企業投資疲弱及通脹壓力持續。OECD 建議英國政府保持財政紀律，並考慮調整稅收政策。英國房價意外下跌。Halifax 6月6日公布數據，英國5月份平均房價為296,648英鎊，較上月下跌0.4%，為近1年嚟最大季度跌幅。原因包括經濟不確定性增強、抵押貸款利率上升及政府刺激房市政策效果有限。專家警告房價或者將進一步承壓。英國夏季預計將更熱。英國氣象局6月5號發布報告，預測2025年夏季氣溫將普遍偏高，可能出現多次熱浪。熱浪主要為短暫高溫天氣，可能影響農業同公共健康。氣象局呼籲民眾注意防暑，特別係老人同埋細路仔。呢個趨勢反映全球氣候變暖影響。英國外交大臣林德偉訪問印度。6月6號，英國外交大臣林德偉抵達印度，展開3日官方訪問。會談重點包括加強英印戰略合作，推動雙邊貿易與技術交流，以及討論地區安全同氣候變化。雙方簽署多項合作協議，重新深化夥伴關係嘅重要。國會下議院質詢焦點：駕駛測試延誤及電動單車規管。6月4號，國會下議院質詢，首相施紀賢回答駕駛測試延誤問題。政府將增聘考官及優化流程，對非法使用電動單車施加嚴厲罰則，並推動公共交通與綠色出行政策。議員強調保障道路安全及提升交通效率嘅重要。國會上議院將討論多項重要法案。6月9號至13號，國會上議院將討論駕駛測試改革法案、電動單車規管法案、兒童網絡安全保護法案及其他涉及公共安全與數碼治理嘅法案，有望完善交通安全與網絡規管。首相施紀賢會見約旦國王阿卜杜拉二世。6月5號，首相施紀賢喺唐寧街10號接見約旦國王阿卜杜拉二世，討論中東安全局勢、雙邊經濟合作、氣候變化及環境保護，強調英國對中東穩定嘅支持與合作承諾。英國與非洲嘅新關係報告發布。6月5號，英國政府公布英國與非洲嘅新關係諮詢報告，強調建立平等互利夥伴關係，支援非洲經濟發展，加強安全合作及促進教育科技合作，反映英國後脫歐時代外交調整。倫敦市長簡世德宣布推動新環保交通措施。2025年6月4號，倫敦市長簡世德宣布一系列新嘅環保交通政策，目標改善倫敦空氣質素，推動綠色出行。措施包括擴大超低排放區 ULEZ 範圍，涵蓋更多地區，限制污染車輛進入市中心，推廣電動巴士同埋電動出租車，替換傳統燃油車輛，加強自行車道同埋步行路網建設，鼓勵市民採用更環保嘅交通方式。
提高對違反排放規定車輛嘅罰款，強化執法力度。簡世德市長強調，呢啲政策有助減少碳排放同埋空氣污染，保障市民健康，促進倫敦成為更宜居嘅城市。多謝收睇本周英國呢個星期發生咩嘢事。如果你覺得內容有幫助，請記得按讚訂閱我哋嘅頻道，並分享俾更多朋友。我哋下周再見，拜拜。